好來繼續正段消息，來看民進黨新北市長的參選人蘇巧慧參加到台北寵物用品展，甲主辦單位邀請來賓做伙來翕相，其中有一位來賓是中聯優質的大股東，也就是福壽實業的董事長，都為了這張做伙翕的相片，李四川甲蘇巧慧的電影一句來一句去，互相批評嗆聲。民進黨新北市長參選人蘇巧慧在初三參加台北寵物用品展的開幕，想未到活動結束10多天，這張相片刷轉食做國民黨對手李四川電影攻擊的焦點。這張佇寵物展做伙翕的相片，蘇巧慧表示偌總統，也有主辦單位邀請來賓，其中個包括進前將以千萬交配中聯優質大股東福壽實業的董事長洪耀坤，最後李四川競選辦公室質疑蘇巧慧甲關鍵人物洪耀坤講台，才無追究涉案的問題。我的對手現在還是立法委員，我們只問說這個獨有的事。到現在為止，我從來沒有看到他對中央提出質疑、提出質詢。李四川批評蘇巧慧無盡到立委的職責，無用咧走選舉的行程，煞無替市民向中央作出一個答案。啊那蘇巧慧本人返鄉參加訪電節，交予辦公室來回應。當天蘇巧慧是出席展昭台北寵物用品展開幕儀式，主辦單位是中華民國寵物食品及用品公會，並非有品供應商。儀節進行中的台商貴賓也是主辦單位邀請。蘇辦更加嗆李四川不勤，因為得知蘇巧慧參加寵物展了後，過2天啊，李四川趕快也來到現場邀票。蘇辦點名李四川是為透過活動增加曝光，也唔過外頭佮攻擊主辦單位，這個做法可能是想袂曉。這張相片也成做新北市長選戰攻防的焦點。